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，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我前一阵仔去大陆耍，迄庄卡所在，便所高深，搁比咱较乐观呢。咱会有迄白啊，坐伫遐过门有无？即马观光客若来，要去一个便所吼。我知，遐有钱哦。嘿啊，佮问我要卫生纸无？我拄啊身躯无差钱啦，安尼是要安怎去？伊甲我讲，迄便所拢一间用房仔架，有一空，啊你着放了，搭喂起来，对迄空搭伸入，佮抽出来，着清气啊啦！哇，靠迄进步！咱遐加油站洗车嘛是开入去，佮开出来，着清气安尼，无法度啊！我着放了，搭喂起来。照伊讲的，对迄空着伸入去，啊，毋知影讲白啊，伫外口举起吹啊，咧等我，啊，看我手伸喙，伊就我讲落，嗷！哦，比起来更较生气呢，惊死！你有够太高呀！我洗车的技术已经相当的厉害呢。水某诶，你遐学几工尔，就车到哦？嘿啊！我油门啦吹了，逐台车拢闪离我做远，含准备要过马路的人，拢走甲无看着骹呢。廖同学，你有啥物较低调啊？哎呀，我煞袂记。敢讲你袂记你今仔日爱来学校？毋是啦，我哪行哪想，到位煞在上好的借口袂记啊啦！你倒你出去！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廖迪 Camber， 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